对，然后我们想要完成文夏老师他的心愿，我们也不希望资深艺人，尤其是国宝级的艺人，常常都是等到他上了天堂以后，然后大家再来追悼他，然后为他一个终身什么什么奖。要拍这个动作，这个纪录片已经有拍了1/3，但是因为经费不足，所以老师嘛就还肉，结果验尿出来呢，就是有这个毒品的反应，意外啊，都很惊讶，它是合法的呢，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帮我们验尿好不好？这样子昏睡的现象是很奇怪的现象。我拜托医院给我们做一个验尿的这个动作，结果验尿出来呢，就是有这个毒品的反应，我也自己吓意外啊，都很惊讶，它是合法的呢，所以我们也都。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假设。我们没有说是看护哦，抱歉各位，因为现在进入法律程序，我们没有说是任何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不知道是，但是我们非常意外，因为这是那个宝如他们优质生命协会来协助老师要拍这个，因为老师一直想说把他的一生的这个历史这个。他的一些历史的故事什么要留存起来要拍这个动作这个纪录片已经有拍了1/3，但是因为经费不足，所以老师嘛就还肉。他最近清醒过来之后呢，他第一个问题就跟保罗说。纪录片你今嘛被安诺，我身体还这么虚弱还没有办法可以拍摄，然后我们经费又不足，怎么办？老师还在烦恼这个事情。对，然后我们想要完成文夏老师他的心愿，我们也不希望资深艺人，尤其是国宝级的艺人，常常都是等到他上了天堂以后，然后大家再来追悼他，然后为他一个终身什么什么奖，终身什么奖，或者留下什么。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为文夏老师文香姐他们留下一些什么能够值得对台湾有点，因为他们对台湾是有贡献。好，谢谢。来，那谢谢大家，今天辛苦大家了，还让大家特别跑一趟。但是我们必须要告知各位，文夏老师现在身体还是好的，所以请大家还有好多的好朋友、观众朋友，千万不要担心。